过来吗？分工啊，你收杯子，我收垃圾，好不好？好，那这个怎么办？没吃完，没有把酒了，这个是你的，干嘛个？所以你这样子学多久了？很久啊，很久是多久太久了。？10多年。那你快乐吗？啊，快乐吗？你等我。像伊讲伊当欢喜，因为伫遐岁月低度，伊庆祝伊啊，就会伫传统的爱创做事。不过伊从政治秀，三本稀罕伊基金费，才系列就无法度做下去的。我觉得别人对他那个异样的眼光，给我的伤害很重。我背他背了9年，有时候有人问我说：“哎，是不是下辈子我这个重度的脑性麻痹的女儿，如果再当我一次女儿，我愿意。”行路掠，牛皮路加互伊水毛；行路掠，牛命路加互爸母；行路掠，牛干路加枪山毛；牛塘路北风小乱加小山行路掠。吼嘿吼吼，台湾啊！吼嘿吼吼，大家报道。高雄红一泰日头之都，南台湾的政治经济体上，去到真爱码头看高雄港，一色晴天，江都像假一样的。日头最为多的所在，就是你看得到佢当然嘅温暖。從12公里嘅愛河係高雄人嘅母親河，上世都有眾多嘅故事因為佢流傳下來，因為人民負擔。愛河咪是變做高雄人心肝頭肚的痛，一下有些的河壩見來見搶的，叫我來拜訪一下，為到愛河碰上碰下，想辦法嘅打救人。不好意思，請問是徐老師嗎？哦，善維，哎，老師，這是愛河哈？當然啦，不是，你約在這個地方啊？跟你的印象愛河都不一樣嗎？這邊還有一個哎，如果我年紀跟你差不多，我們兩個好像情侶來這約會。說的也是哦。真的啊，我現在來到這邊看不一樣。對，不僅是這個愛河不一樣，連這周遭的人對愛河的態度也不一樣。對，以前是避之唯恐不及啊。現在是感覺好像大家可以在這裡騎腳踏車，對，牽着手在散步，印象完全不一樣。完全不一樣。對，你剛剛講到你小時候的愛河很髒很臭嘛，超臭哦，臭到讓我動沒掉。可是我小時候的愛河其實是一條很乾淨、很漂亮的河流。我們最喜歡在那個中正橋上面看人家划龍舟賽。對，然後那個水質好乾淨，然後我印象記得船過去以後就有一個炸彈放到水裡面，它嘣的就。水花就上來了，對，然後愛河的水花就上來，大家都一直鼓掌。你講河壩變做上市的毒瘤，哦，做嘅唔但將係順頭嘅景致，人嘅心咪會受到影響。1994年，一群關心愛河嘅高雄市民，為到去簽轉來投拜愛河嘅好光景，佢哋成立嘅文化愛河協會。協會嘅目的主要係要監督政府要出錢來整治愛河。佢哋咪希望愛河做得變做高雄地區嘅人文精神流域。本人安慰嘅係，經過按多年嘅打拼，呢條日本人全部幾近死體嘅河壩，也見來見搶嘅，也幫嘅行下本人評定咗輕污染嘅病級水質。韓國到氣象局附近，就得發現幾群嘅細污嘅老抽轉來嘅污嘅，所有嘅現象就表示。愛河經過100又100的整治，一下又會生命嘅一條。漂亮哦！
爱河周遭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对呀，这是人工还是看不出来？这是天然的吗？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地方？这个地方湿地哦嘿，其实这个地方叫中都湿地。哼，那这个中都湿地，你看这个水，上文你们看到下面好多鱼。怎么会这么多鱼啦？对啊你看那边都一堆一堆的。对，其实我们这里的水哦，中都湿地是从爱河引进来的。对利用爱河的潮差，让它做形成一个循环。嗯那这个中都湿地非常有意思。等一下我要带你去看一个我们高雄市爱河边最重要一个国定古迹嘛，哦，叫中都砖窑厂。整爱友跟这个有关系，因为啊，这个地方其实早期都是整爱友的土地。嘿，那因为他们要做砖嘛，对，然后要取土啊，那我们爱河边这些土正好土质非常适合做砖，它的粘度非常棒嘛，吼，然后它做砖是最好的砖材，所以呢，当时他们设了厂以后，就一直买这边的土地，然后挖土制砖，那挖了就挖成大窟窿，大窟窿。那可是因为光复以后哦，因为那个那个阿里山的林场进华嘛，对，所以本来在嘉义的那个木材工厂啊，对，就跑到高雄要来设厂，结果就发现哇，爱河边这边就很多窟窿，很多窟窿的，很适合他们做竹木池嘛。所以那个时候的木头都直接放在这些窟窿里哦。对，因为那个河板公司他们就是从高雄港卸下原木以后，对，就那个很小的船拖了几十几百根的那个大原木，就从引水进来，又木材又从爱河运进来，很方便啊。所以当时这边就几乎都是原木工厂。对，你看这个砖窑厂啊，规模之大，而且你看从这边看那个烟囱，哇，好壮观！而且你看它的那个八角形的烟囱哦，这个烟囱大概是在日治时期1913年左右盖的，100年的烟囱，你看多壮观100年呢？对啊，而且盖的多漂亮。那这个窑我们现在叫做八卦窑嘛，其实日治时候引进来的时候，它叫霍夫曼窑，或者叫做大窑。霍夫曼或是大窑，老师。像这个砖厂啊，我刚才从外面哦，包括我们从爱河这样走过来，我发现这里这么大一片，然后在现在寸土寸金的环境下，这里有没有曾经要被都更过？当然哦，你想想看，这里是爱河中游，我们高雄就是说还没有合并之前是高雄市的中心，对，它市中心，它又是面临爱河整治以后的所谓的一个宝地嘛，哦，对呀，你看非常值钱，就在爱河旁，所以你知道吗？本来这个地方是要拆掉的，对，所以真的有遇到要拆掉，对，所以他要办那个湿地重划，就是要把它改变成住商特定区，那已经都在他们就是申请哦，然后已经都西部计划都已经出来了，那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接到这个讯息，我说这样子的工厂那么漂亮的烟囱，对不对？对，而且这个砖窑厂其实它见证了我们高雄市的整个发展，对，所以其实我们当时为了要保存的时候，其实不只是串联，我也要做很多的研究。虽然说了哈，不见得我们是在这边生活过，不见得在这边那个工作过，对。可是这个砖窑厂在我们城市里面，还有在爱河那么显眼的地方，我们对它都非常有情感。对啊，而且它是台湾在地的一个很基本。我们中都窑厂的文化位置，是爱河顺方、庆尘封又庆江的决定古迹。今日是全台唯一对日本书的都留下有100年历史的霍夫曼窑。热天下注日头的光阳，老100年的窑厂走到像刺眼的圣堂样的，连面是文化爱好协会按多年来上会打造的文化动线。其实人工的众志成城，就会大家空调性的日头。我想，高雄人全部就希望爱河的水做点新鲜的时间，他们的心早就已经清楚明白了。日头要落山的啊，然后，迄按当然来到俩看呢西子湾的戏啊，天天亮日头落山哦，音乐啊又结束的。不过高雄啊还有当多地方听讲也还在等来哦，俩庆祝的事情就会看夕阳。真的要改，应该按做风，给他留到前面那边，准备好了。不好意思，大家怎么这么早？按做按做，行人哦，好，面浓的哦，啊，面浓的，面浓香港人，面浓的烟草，香港嘅
龟后、会有，龟孬，哎，会讲，会有舌。然后而且这些大哥就是所谓的青春不老嘛。对对，都是青春不老嘛。全部都是 UK 的，70多岁，真的假的？真的啊。哦，有，这样有，72岁呢。青春不老班是属于高雄市太素区丘铁球协会的成员，扮演佢哋当然用拍草、侵土的行通来展现佢哋爱护乡里的决心。神奇的是不老班的成员抢有2、3、4个太素区人，不过话讲到转来，爱乡爱土那有分别啦。一年的开始，天天睇过佢哋拍草线。它这个它这个就是底盘了，把它放下去了，它这个就是刀子，就这样而已，然后前进、后退，就这样就好。它这个是刹车，来这样了啊，你要看它刀盘的范围。哪里冲哦？慢一点，油门踩慢一点，油门踩慢一点，你踩越快，它跑越快。好像在画图一样。没有关系，之后我们再来修就好了。好，啊，开蹦蹦车一样的嘛。对，刚开好像考驾照一样，还蛮好玩的啦。所以大家这样也是边做边玩，联络感情哦。然后一大早又5点多就开始工作。对。啊，今日有不老班的成员啊，不能就音色哦，不能蒙音色，猛音色哦，有的 Packy 他们就是说来这边玩嘛，看到我们歌手说，哎，我们又来参加啊，那个错冇？可以冇？就係講可以啊，只要有什麼好啊累啊，不然你要揀嚟咧，青春不老班。其實幾隻 Q 鐵橋實體教育延期嘅發展過程，就係一種清土行通、清河嘅典範。不過，120公頃案發嘅實體會有經費按用嘅見管，啥係因為屬於唔屬真按直接嘅想法聽聽。自貢協會嘅理事長溫作頎先生來講，2001年，屏東縣政府大力推行綠化高屏海水，可鬧熱嘅太素鄉民，因為唔盼得自家環境同屏東嘅鄉民比下去，就發動地方嘅有力人士同鄉親，開始動手整理Q鐵橋四圍嘅環境。結果，萬年冇想到，禮拜清土嘅火，殺車出120公頃嘅熱氣。大哥，休息一下，去那邊喝個水聊聊天。要開槓子。吃茶。大家坐。我给他挂，今天割草好开心。所以大家这样子一边工作，然后一边每天在这边这样欣赏风景也很好哦。青春不老的秘诀，分多金多金，全部都那个味道，闻起来好舒服，草香的味道啊。据说以前这里的污染很严重。对，真的吗？所以大家以前来这里，这里是垃圾场，最早是垃圾场，最早行水区啦。以前行水区到那个桥下那边呢，然后后来积沙以后，人家就倒垃圾，气雾啊，燃烧电缆线什么都有。群岛也很多，群岛那河岸那边好臭啊。台北少數人為咗利益，把高屏海變做水源污染嘅重災區。2001年，當時嘅水利處和高雄縣政府決定到太素鄉一帶開始設人工濕地，含加利用濕地度嘅水生植物和自然生態內土，來減少當地居民排放出來嘅家庭廢水，含降低高屏海嘅污染承載量。一個係住民對自家環境嘅自覺，一個係公部門環保意識嘅覺醒。故說實體工廠喺2002年完工嘅時間，天然嘅維護管理嘅工作就交本採地落力去做嘅Q鐵橋施工協會來管理。經過半年嘅打拼，過去也得做嘅素材，今年變做3萬萬。像我們青春不老班的這些大哥們在處理的工作上，就會讓人家感受到說，哎，我們跟這個土地是很有感情的，所以每一片的草皮都是經過我們慢慢的去修琢。當然，爸爸也讓我們去學到說，體會到說，真的我們應該要敬天尊地。絕對不是說什麼人定勝天啊，還有怎麼樣，我們可以強過自然。我想再怎麼強，我們花了8年的時間，好不容易才把它整理得像比現在還要漂亮。但是老天爺2天的時間，不到2天的時間，整個就夷為平地。
里面全部都漂流木啦，还有淤泥，所以在整体的环境里面，又让我们更深刻的体会，我们不是只有说默默的去一直在耕耘，可能我们还要更去要怎么样去跟大自然去保持一个距离。你是讲这一区是不是跟我们原来割草那一区这又不一样了？对，这会属于第2期的自然生态园区。哦，这边是第2期。对，所以我们会保持比较长草。让这些自然生态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休憩场域。哦，那我们可以去看吗？我们可以去看啊，所以就我们可以走进去，因为这里面刚好就我们从这边水质去，然后看到后面的水质，你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不只是做实验的去对照而已，我们目测你就可以去判读，哇，这个水质真的改变了，就是进水出水的那个很强大的差别就可以讲。对，那我们可以去那边看吗？好 ，OK， 那从这个地方下去。所以到这里是等于是经过这里之后就流出去了。这个水就是到这边是最后一池啊，就流出去到外面去，就流到高屏溪里面。所以基本上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是蛮干净的，就是一池一池，然后自然人工的那种叫自然的方式。时间是修补大体侵害的方法，问题是面对环境造成的伤害，也很多年来对严重压缩大自然的反应时间。丘特桥实体在完工启用过后，当你做得有效处理18500公吨的污浊水，太重降权减少了有95%多。另外，在环境教育和水质监测的部分，就交由屏东科技大学和中山大学来执行生命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工程。不过，丘特桥实体教育延期做得成功运作的主要原因。除了富权乡民康复顺路，也因为对土地的爱，正係阻挡人为破坏的生态力量。881完以后，其实我们要彼此更应该要敬天尊地。对。那么敬天尊地的自然生态，就彼此也要互相的尊重。对。像这些鸟啦，我们要怎么样让它能够很悠哉的在那边？不好意思哦，请问一下杨大姐在吗？是哎。你好，我是张善伟。你好，欢迎。你好，欢迎。大家好，不好意思打扰你们哦。不会。我们这次来是想了解一下小草啊，我以为了解杨大姐。也要了解，因为小草是您创立的，对不对？谢谢。所以小草到底是什么意思？路边的草哈，如果不去理它，它也死不了了。可是枯枯黄黄的，对不对？那一阵雨过雨这个日头个拍哈，它是不是又有一点翠绿的感觉？好，这个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精神障碍者这些朋友，他们自己给自己的一个生命力的一个启发。你就不要故意过来。天然经济的高度发展。到底，你从头用这个的空间来阮生活当中，一点点的唔太唔使幸福。不过，生命度的失败加减会有，迄寻唔到出口，佮浅显度多的就会心灵的冲突。台湾係职场痛苦指数10分高的国家，全台湾也有4万的人有良精神障碍素查，高雄市就有15300多。在所有的身心障碍度，大家对精神障碍的朋友认识清晰，误解密程度。然下就本人你强爱认识高雄市社草协会，佢就带本社工体系的精神障碍朋友，叫做唔是有过嘅生意。对，好，他们现在就是因为住的地方，那毕竟大坪顶跟小港市区来讲的话，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当时募这部车的用意就是说它能够坐到捷运站，然后呢，我们去把它接过来。他自己坐去捷运站哦？对啊，因为这个精神疾病它本身就是一个慢性化的疾病，所以呢，如果说它的那个复原的过程拉长。那相对的，它那个慢性化的特征，比如说记忆力也好，还有它的动作各方面，相对的会比较变得会趋于缓慢，连记忆力都会退化。会，
会较无头型，较无头型较无头型。啊，唔对啊，你讲会较无头型，你讲互伊家己坐车转去。基本上来说，这个就是复健的一环。但是老师，是不是这个压力来讲，因为现在是这个社会普通的通病，对，不管做什么都有。那在这个时候，就是每个人压力的承受度的问题。其实我发现，其实这个跟个性多多少少有一些关系。对。那但是有很多人就说，你有这笨蛋啦，还有这笨蛋杯啦。其实呢，我越接触久了，我越能够去感受到他们那个所谓的压力，因为它确实会造成生理上的不舒服。好比你有听过一个名词叫恐慌症吧？恐慌来的时候，听说那个真的是俩没掉，对，他自己会觉得他是有一点被解离，很不舒服。那在那种状况之下，你如何去再告诉他说啊，你不要想太多哦，怎样，这些就对他们已经没有意义了。精神疾病的朋友有一个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因为他的疾病慢性化，再加上他的一个外向的显征，所以会在社区生活里面人际沟通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困境。而且我想，有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病。对，所以说应该要回归到那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它是病理性，而不是一直在说啊，是这个人的问题，是这个人的问题。当他是病人的时候，你可能要去稍微同理、包容一下他的这个疾病所带给他现阶段的不舒服。对。可是如果说他病程稳定的时候，就必须要好好看待，他也是一个人。所以很多人把病跟人永远搞在一起，这样对他们来讲，常常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我哪搞？就是有这么重。搞都跟他搞嘞。一般人对精神病友的认识就很唔错嘅，家家感觉会有误解。用之特别强调沙菲嘅污名化，係當到朋友唔敢行出來嘅主要原因。從清代嘅誤解就會傳講佢哋嘅古經驗，และ傳統嘅鄉土戲出，行家留精神朋友工作喺家庭留沙菲唔安定嘅原因。其實就係因為冇自信，當到嘅精神朋友態度就唔出名，因為咁樣，佢哋會盡量離人遠遠，啲人唔確定嘅年代。老愛都應該用更加多的同理心來對待朋友，故所聽說佢哋勇敢行出來，啟動日頭下，就會寫出關懷協會的主要目的。他上班不會遲到，你告訴善偉你幾點上班8點半。所以你8點半都會到啊？對。哇，那要到幾點下班？他算是工作時間從半天。然後拉長，他自己很勇敢，說我現在可以做1天了。其實他能夠從半天變1天，就表示他的穩定度是邁向越來越好。那這些完全尊重他們自己的做主。那重點他願意踏出那個門，是，對不對？所以這也是你的宗旨。而且我跟你說，我可不可以偷偷告訴你，我以前在復健中心碰到他都在睡覺。為什麼你都不認真？不是吃藥的關係，吃藥的關係。他是那個當時的藥可能在調那個藥量嘛，調劑量嘛，還是怎麼樣？所以他們比較辛苦的地方就是那個藥在調藥的過程，你真的必須要用空間時間去等。對精神病人來講，除了自信嘅建立以外，最重要嘅就係用時間來治療。一簡單又重複嘅恢復工作，所得天數佢哋重新適應社會。故所太平洋嘅先生工廠就會用義賣扣嘅東西，一方面建立朋友嘅自信，另外一方面咪希望用義賣到嘅錢提供社造協會，做得有科技嘅維持下去嘅機會。這裡跟剛才那邊是兩個。剛才那邊叫工廠，所以這邊是辦公室。對，這邊是辦公室。嗨，不好意思，大家好，我是張尚維，打擾了。他們都是義工？他們是社工。社工，所以你們都是學什麼科系啊？我是念心理科系。他是念心理。對。社會工作。社會工作，你呢？社會工作。社會工作居多，只有一位念心理嘞。對，我比較特別。那哪一個科系比較適合做這個工作？都適合。都適合嗎？只要你有這個心的話。老師，這個是歌詞嗎？對，這個是我們小草的會歌。還有會歌啊？是啊。這是誰寫的？哦，這是一位趙老師哈，那他是一位病友。
对，他在高中教书，他的故事是这样子，可能他面临到的是比较大的孩子，那些比较大的孩子可能在情绪上的管理啦，你也知道嘛，那他可能是比较不能够适应那样的那种氛围环境，那长期这样教书下来，所以他变成是一个精障病友。那后来呢？我认识他的时候，其实他复原的很好。那复原的很好，再加上他本身教国文，那文采是非常棒的，让他知道说我是学音乐的，我教声乐，所以我就把它谱成曲，这样。所以你谱了曲了。哎，是的。那所以接下来就是。好啊，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不嫌弃，我不嫌弃，我好想听听看。用爱和宽恕去坚持一个圆满。不再悲伤，是因为愿意包容。只有自己健康，别人才会快乐。虽然是小草，也能仰望天空；虽然是小草，也能俯瞰大地。世界在你心中，你知道吗？我都在实践它里面写的话。尤其我最感动的就是那2句：让我的用心成就你生命的美丽，让你的用心添增我生命的意义。伊只纸扎是公过安用的花，我评价伊只沙飞，却看见到用来对待沙飞当中辛苦的人。这团花本来上到600年代经典的天涯毕业土岩舞，第几个演出度有安用的一团文字，在此言阶段，土岩条为了起家的乱，上到撇种条的调调度，这细条子。然后调调度其他的细条的无血缘的关系，故说佢会留掠条乱，甚至係张铺出来嘅细条的跌到我背去。人會主導文明，係因為人有同道的目的，就係因為愛來嘅。人嘅包容，天初做得像洗草樣嘅，帶定佢條鼻哥小鐵愛嘅土建喎。蔡大哥他們那種志工，已經變成他們這一輩子的志業了。機會倆，請到咧，去請團長哈，不好意思。哦，三位，你好，你是团长？是，我是。现在是正在做什么？要演出吗？我们等一下要练习排练。哦，所以平常表演的台子就是大概这么大吗？这是属于比较小型的舞台。这是比较小型的。对，另外我们还有更大型的。所以你真的是从13岁就开始学？12岁。12岁到现在学这样多少年？30几年了。你有40多岁了？40多岁了。真的假的？真的。看不出来，还按黑嗓啊。咖喱戲故事很多雕仙搓條戲，南台灣沒有人講伊嘅台戲。過去咖喱戲有前中嘅分別，南台灣係屬於前族派，演出嘅戲碼差唔多係赤兔、萬神，行家做得起下破實。早期嘅咖喱戲因為演出嘅時間有動盪嘅驚奇，像係有聲音嘅人做唔得看，聲音嘅做唔得看。祭祀儀式冇對外開放，韓國起下破曬嘅時節，大家就做唔得行檢。還有壓火、偵測、普渡、茶火、占道、除煞，按都充滿神秘色彩嘅儀式，本嚟種對漢朝傳到厲害嘅戲劇，引來因少年看嘅。故說全台灣唔分前莊加起來唔會超過10團。俩挺重要的就是安用的傳下去，好像是各个劇碼不一樣的道具在這邊哈，好多。大嫂，你好，好多暗斗。可是，一般來講的話，傀儡戲團不是大概6、7個偶，應該就可以支撐一個團啊？沒錯，我們傳統的這種宗教儀式演出哦，只要8個偶就可以到外面去演出了。那怎麼會有這麼多？我有這麼多是因為後來我想要發展的時候，我必須要有新的演出的劇目、新的內容，所以我就必須要增加戲偶的角色。所以呢，後來我又到大陸裡面去訂了很多的傀儡戲偶回來。第一次我是買了18個。
一次买18。对对。可是不是这个很贵吗？听说还价钱还蛮高的哦。这是不便宜，没有错。但这有一位当事人，就是你 OK 吗？你不 OK。一开始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努力的，然后我就专业在帮他卖鱼啊。哦，所以那一段时间就是你在拍饼，你在进修，对。啊，你为什么我该搞？那时候就是没有他的角色嘛。红毛甘蔗汤蜜甜，双人牵手出头天。阖家平安大赚钱，子孙富贵万万年。金碧峰草头戏剧团创团于1920年，是南台湾自出名草头戏剧团体之一。连续12年得到高雄县市评定组杰出扶持演艺团队。然而，2007年，当时的高雄县政府就文化资产保存法特别公告订立金碧峰草头戏剧团是传统表演艺术类文化资产。就传统宣传来讲，这一路行来，金碧峰看起来一腔平顺。不过，现任团长谢英贤太过讲。在头来面戏，请自家去听听。哎呀，哎呦喂呀！哎娘的呀！哎，你看，迄头前面遐有人伫咧浪西，也后迄花筒啊。哦，这哪有可能啦！所以要先从认识他的位置开始。对，要从线位先认识。哦，这个是手位。对，然后前面这两边是脚。要讲踏的时阵，都安尼。对，安尼有该看吗？嘿，你好酷哈！要真给模案简单呐。可是大哥，你说啊，之前啊，比方说爸爸生病的时候，在那之前，你都是等于是在戏台下自己学，然后从来没有机会上场。是。可是当你真正上场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不一样？哦。那是当然，其实非常的紧张，没有上台的经验。那一出去演的时候，我们到庙宇里面去演出啊，有什么管理委员会啊，他们都会来拜拜。对，那拜拜的时候，他们也会看你的演出。那场演出，我一开始演的时候就非常紧张，演到自己口白会忘记。唱曲的部分也会唱到忘记。那怎么办？这么多人在台下看，而且你顶着爸爸的好名声呢。是。一上去的时候，那个压力这边因为老爸无爹，那报案的哩啦，会不会有这种声音出来？会有，当然旁边有很多人都讲说演成这个样子，跟他爸爸差那么多。那这一场演出他要算多少钱呢？没有。对，那当时我就非常的沮丧，说演到这样子被人家嫌弃，当然也是有一些会鼓励我们的。对，然后我也会鼓励说没关系你还年轻，慢慢来但是呢，每一次来的时候，我们都要看你有进步，也给我鼓励就对了。生活当中掠到无条无底的鼓励，从了做地本演里撒下来的路，行较长较远。不过上述工业是迄抢意识信念很唔来，尤其泰国佢接下来嘅係按特别的草头戏传统技艺。阿爸马逢过身，让谢泰国对呢家传的技艺有会行较深的体会。过后，佢向阿爸头摆演出的六样台来学习，行较去前祖拜师。年长越久，本嚟后生人的技艺因来因熟咯。行较超越的这个阿爸喺评价，另外因为有失传的可能，谢泰国古所改变家规，唔再有传内唔传外，传子唔传用细卡卡的一个汉字。有迄个平安灯，也有迄个富贵灯，大家行一个礼哈，来，嘿，掌声鼓励。
前5年就负责帮他增产报狗啦，生完孩子之后就送我到大陆去学，也是要感谢我婆婆啦。我也没爹，都是婆婆在帮我照理这个家庭啊，对啊。然后那1、2年真的没有帮我提升啊，因为跟别人做拍嘎，嘿啊，每次我不会问他的时候很凶我跟团长，我说这凶呀，没得短出门的哈，你可不可以出来？他觉得说出来就是要跟大家一样，所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待遇，大公无私。对，然后骂的人一定第一个是我，不高兴第一个是对我。我们等一下要请田都元帅，就是这尊嘛。对，就是这尊傀儡稀有。所以他是真的可以操的偶。对，他是主要角色。是我们的戏神，也是我们所讲的祖师爷。所以每一次的演出要把祖师爷请出去。是的，那也是要祈求说保佑我们呢能够演出能够顺利，所以我们现在要点香拜3下哈。好。恭请咱田都元帅上江爷公今日呢要来去屏东要做这个新明星祈求一路会当平平安安演出会当顺顺利利经一对脑糖，田都元帅踏棒枪声，过后的满身脱气，全部照理来行。天一出，庄严有加；天一出，一门爽气。前后尾一出，就是精彩的同志喜剧。生命上的理想要走努力，3出光的圆满，要象征的人生之间的和谐和尊重。不过，在几只歌唱度。田都元帅在踏棒枪声的时节，这种生发都讲唔得嘅神团，千般系感通。其实，民俗鼓励的意思，在延续传统文化嘅歌唱度，为了接近观众，天才为了传统的技艺添加现代的表演元素，保留传统，然后开创新意，本来就做得腔下顺采，而你都应该欢喜。行的90年的金碧风，做得深度新旧融合的平凡，因为所有的民俗都应该遵循鼓励，希望延长越久，而你就会填标题今天准地的出处。来，包包间。你会不会怕以后很晚很晚才能睡觉？会不会怕？不会，就喜欢就对了。你宝宝12岁就开始，你现在几岁？11岁是不是？那你宝宝还早，要加油哦。会的，加油，加油。这样你不是要带我进去工厂里面吗？我们对。现在感觉好像是要去停车场没有，因为我们今年刚通过 ISO 的认证，那这边是员工的进出口，你必须要从这边进入厂区才可以，不可以从正门进去。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着装才可以进去，不然会变成会污染到食物的部分。这么严格对，因为我们是 ISO 22000是最高规格的部分。所以其实照道理平常应该是连进去都不能进去。对，没错，是尽量避免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帽子，我们要把头发都塞进去哦，不能外露。好，头发塞进去，耳朵要包起来。对，就整个覆盖这样子。这样吗？你看得出很矮吗？对。假使你看不出，你也团就帮人主持。ISO 22000，简单来讲，就会保证食物供应链的安全性。就会讲天才无懈可击，国内有众多食品大厂要拿到按用高标准的认证资格。不过，本来学到的是，经过所有行业然后指导欣赏的达标，去行业庇护工厂在2012年4月要通过的6项认证。更加难得的是，基金费用也求使用人天数的行业，带点年年的爱，前进到台湾的背壳铺路。关怀隔壁的生意呢，从那种弱势照顾弱势的心，要带出来渐渐有8万人的心意。然下就用安尼天天去下面基金费的信念，
向我来了解佢哋想喺度呢方土地上建立娘嘅梦想。所以看看我们在烤的东西。可颂。对，没错。你好，请问你现在在做的是什么？这可颂哦，是要加奶油吗？那是要做什么？熏鸡啊？熏鸡。啊，熏鸡哦，熏鸡可颂。哦，那你工作多久了呢？快4年了。隨着喜憨兒基金會嘅成立，就將係一群浪漫嘅人，實現一個清楚嘅夢想。1995年，基金會成立，反正年1月，基金會嘅執行長蘇國珍先生去日本考察，希望做得為了一個後生嘅公益機構，尋到一個長長久久又做得科技嘅行下去嘅方法。轉來以後，執行長決定用基金會嘅喊義學做旁。結果就將上嘅窮樣反對嘅上啊，陰天天了。我們想要的是能夠改造生命，那怎麼來改造生命？就是靠這個管理，管理可以來改造生命。那確實從這裡我們看到憨兒經過這樣的一個訓練之後，能夠服務客人，他們的生命都已經被改造。我們也希望說我們的憨人能夠得到生命的尊嚴跟喜悅。就不再是大家看他们用怜悯、可怜。那一开始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吧？因为从非盈利变成盈利，很多的人他们会不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然后它中间会不会造成你们很大很大的困难？其实刚开始要把这个管理的理念引进来的时候，就是说把非营利组织怎么样去跟社会接触赚钱，这个理念引进来。那第一步面临到的社工的反对，那社工反对的理由是什么？他说你是 NPO 是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是非营利组织，你怎么可以开个面包店、开个餐厅在盈利呢？那我是说，我的孩子就在这个职场里面，让他们有工作、有朋友，有尊严、有快乐。那为什么我不能够利用这样来吸引说顾客进门，来对我们憨儿多加了解？所以这样子慢慢的才建立起一个信心，说我们的团队能够接受我们这样的一个。你對生意完美嘅要求，強調係硬冰冰唔係變通嘅。故所公部門當然就要變動態別嘅補助預算。來本所有非營利事業組織，不過咩唔記嘅係，你用嘅眾多嘅人力、勞經費來訓練殘障朋友學數語，就係希望這樣樣嘅訓練建立佢哋嘅自信和生活嘅能力。前面使用非營利組織中原因，來主動去喊咪分配物，買佢哋按當年來達標嘅成果。不過，事實咩證明嘅去喊咪基金會。加有了到庇護工廠嘅盈利所得，年4年降大公部門對佢哋嘅補助比例。你啊，就係菜單，講我食飯，我用啲點菜，我用嘅點，唔可能乜唔掂，係乜唔掂噃。大家，如果你就寫啊，乜嘢都那邊，都去前面嘅票，然後用幾少時間嚟寫那看到哦，好親切啊，你前邊哈，就係幾少？ Hello。Hello。哎耶！有影哦，要不要等一下？你好。我第一次来，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因为我刚才看你都帮人家介绍，这个要干嘛？用夹子伸张进去的。伸单进去哦。对，这样夹。哦。对，你要自懂吗？自己夹。所以这里的所有的菜单，对，只有这样而已哦。还有别的吗？怎么说的这么开心？没有啦。还有呢？哎，等一下，这上面怎么都有写6、7、8？有看到吗？你看下底位度，这个是要协助你们可以这样排得更好，对不对？因为他们有些小朋友不太识字的话，我们会用数字让他们去对。哦，所以在这所有的辅助的这些用具啊，或是他们的。
重新设计就对了，让他们方便作业啊。好，那你再跟我介绍一下，你最喜欢吃什么，我就跟着你吃什么。你怎么笑那么开心？这种。你最喜欢吃鲜虾握寿司哦？对。好，那我们等一下一起吃好不好？好。搭上伊人看得出来嘛，记得，然后人家就无嘛该听哦，不过其他的周思琴。按情钱，要吃到唔可能鸡麻皮味落，佮平常啊无可能要因为其他条做得做安用的事情，我行业人看，迄希望啊，真的就迄希望啊，唔对样样来讲。原来的周思琴按情钱，要吃到唔可能鸡麻皮味落，佮平常啊无可能要因为其他条做得做安用的事情，我行业人看，迄希望啊，真的就迄希望啊，唔对样样来讲。来，我怎么称呼你？我叫 Happy 哥哥啦。你呢？佩奇。他说他要做内场，因为内场可以穿这件帅帅的。穿这件帅帅的吗？对啊。你喜欢这个帅帅的衣服啊？对啊。所以，哎呦，那张照片就是你啊，立伟。哎呀，好大一张啊，帅！你那个时候是在做烧烤，对不对？哎呀，所以你看到立伟这样啊，我相信他的成长过程啊，就是妈妈遇到的挫折感应该有。当然啊，从他读幼稚园的时候，我们找了幼稚园，可是那些幼稚园他们要收正常的小孩子，他们不收你。有难过吗？没有，因为你都不知道，对不对？一切都是妈妈是你的天，妈妈帮你挡着，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怎么办？因为那时候我帮他买了一套书，然后介绍我到一间新开的幼稚园，他是专门做感统的。结果那个经理看到他也是不大想收，然后我们拜托了半年。他当初要进去的时候，我也很犹豫，因为他那个业会。再加上那个注册费，1个月就要2万块，比一般学生还要高。高，当然高了。以前在20年前的时候，他那个然后他爸爸就说，高是高啊，可是人家肯收你就要偷笑了。所以也好加在你们没有放弃过，然后他也努力啊，好，对不对哈？那可是有一个像喜汉和文教基金会好了，比方说从。非盈利，然后到所谓的盈利，这中间的过程，包括他们之间也出现过一些所谓的公家机关说他们公66的那个事件，然后像这样的状态啊，你觉得？其实以我们憨儿的家长，在我的想法啦，或是我接触很多家长的想法，我们都认为小孩子他毕业后有一个安置的场所，我们不在乎他是盈利或非盈利，只要说。他在这个场所，他学习得很快乐，他有成长。你说盈利非盈利，对我们来讲，那个都不是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在我们不会考虑那么多，根本不重要，对不对？对啊。你看那个照片，真的很帅吧，妈妈？对啊。这很难想象。你看他投入在他的工作里面的样子，怎么舍得不给他们机会？2005年10月5号，喜安义基金会伫台北市政府底度经营的英足传堂。有些特别是语言出来讲，传堂度的含义实行古代1点钟涨66个元，也就是有名的64天。其實看老爺嘅消費態度根本唔了解，也從政治秀嘅內容，講佢係千窮萬里，佢就係千窮萬里；講佢係無所講難，佢就係無所講難。總講欺負弱勢嘅含義，先會引起民眾嘅反感。議論一下嘅講都冇一啲嘅好，大家上漲了嗎？以下嘅事件，雖然有上嘅喜安義基金會變做攻擊嘅目標，但係落嘅係企業拆售捐款，庇護工廠嘅產品根本賣唔出去。基金會為咗減少傷害，天然嘅公布完全合法嘅財報。政治秀結束嘅，語言、媒體，甚至係觀眾一下就散槍槍。像有懂社嘅人想去了解庇護工廠嘅正當性，
让太太的母女行的基金会，决定伫去年的12月13日，由新竹的经营店关起来。以下的媒体天天又过来，基金会的名声总算做得恢复的。可讲64天，没有伫台湾的伤口搁肥大，而你要脱碳，而你追求完美的善意，让我一打就忘了。然下，希安以基金会比7年前行较暂掉，也就像解放时记得用德雷莎修女讲的话：一颗纯洁的心会自由的给，自由的爱，直到它受伤害。加油！爱丽丝做的用两团文字来为基金会度打造为爱以上的灵魂。鲑鱼吗？那我想点一份鲑鱼。有计时。行到最少要10分钟。牛皮都给海水无行到了，少卖10分钟，凤爪5分钟。命都给好把无行到了，牛看到给枪山毛，牛汤到北宫小男嘅小生行到了，好嘿好好台湾啊，好嘿好好应该报道。好嘿好好，台湾啊！